好多人咧都會有以下呢一啲疑問啊。點解有存款樓去銀行貸款都會被拒？明明將層樓押俾銀行，唔還收走就得啦，點解仲要提供一大堆資料？其實咧，銀行唔單止睇抵押物嘅，更加睇你個人情況。有樓咧，只代表你有資產，唔等於有還款能力。銀行咧會擔心你冇穩定嘅收入，供款冇着落嘅，仲有你嘅徵信亂唔亂啊？同層樓有冇產權糾紛等等。銀行咧要嘅係穩定還款，唔想搞麻煩嘅房產處置。都已經押咗樓，點解仲要收我咁多資料呢？嗱，房產抵押咧唔係以樓換錢啊，而係以樓徵信。銀行咧要確認3樣嘢：第一，樓係得嘅，產權清唔清晰，有冇被查封；第二，人係得嘅，收入夠唔夠覆蓋月供，徵信有冇嚴重嘅預期；第三，事係得嘅，貸款嘅用途合唔合理，有冇潛在嘅風險。就好似同人合夥做生意咁，對方有鋪叫你投錢，你都要睇佢識唔識得經營，有冇經驗啦，係嘛？樓價遠超過貸款金額，唔夠賠收走樓就得啦，點解咁都唔肯批呢？銀行咧其實係最唔想行到收樓呢一步嘅。處置房產嘅週期好長，可能要1-2年，期間可能仲會有損耗，估值仲要打7折甚至更低，有變現嘅風險，仲有可能流拍。最後抵債銀行仲要花人力物力去管理呢啲不良資產。喺銀行做過呢 part 嘅人都知道係吃力不討好嘅。銀行咧要嘅係每個月穩定收利息，唔係開房產拍賣行啊，更加唔想做包租公。收樓對於銀行嚟講係失敗嘅投資，唔係成功嘅風控。資質都符合要求，點解仲要你貸款用途？嗱，呢個咧係監管紅線嚟嘅，銀行咧一定要監管，主要咧就為咗防風險。嗱，假如咧你拎咗啲錢去炒股炒幣，蝕晒，最後損失嘅係銀行。仲要咧就係防違法啊，用喺非法用途咧，銀行要擔責嘅。最後咧仲要防你挪用。經營貸咧係唔可以流入樓市嘅，消費貸係唔可以用於投資嘅。銀行俾錢你就好似家長俾學費小朋友咁，你要證明筆錢係用嚟返學讀書，唔係攞咗去上網吧。最後總結啊，銀行唔係當鋪，抵押貸款亦都唔係以物換錢。銀行借俾你嘅係錢，要嘅係你未來還更多錢。抵押物咧只係最後嘅一條保險繩，唔係唯一嘅評判標準。聽明未啊？仲唔點個關注啊？多個金融朋友，你冇蝕底嘅。貸款揾老煩，包你唔使煩。